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闽乡的大树爷中元节，是国内四大传统的普渡之一。8月28开始，小连续举行3天。今年的大树爷转古的神尊279公分悬，伫开工点眼的仪式当中，大家是行大礼，以虔诚的心来祭拜，希望鬼王大树爷会当驱魔定煞，嘛会当来修复到疫情这个瘟神。真大尊的大树爷神尊，奉请出宫庙，大家拢想要摸一个。相传若摸到大树爷身上，会当消灾解厄，带来好运。国内四大传统普渡祭典之一的闽乡大树爷祭，一个拜六礼拜登场，馆长王江牛，佮有其他的民代拢做伙来参加开工点眼的仪式。进行3跪祭拜大礼，用诚心来祭拜，希望化身青面了解归王的大树爷，会当驱魔定煞。各行各业拢会当发展。这个疫情会当平稳，我想这是对大树爷救苦救难一个上大的拜托。连续3天的活动会遵照古礼来进行，上尾的重头戏是大树爷火化升天。不过今年因为防疫无采鸡、无期好暗会等等，会用简单的方式举行。主办的大树爷庙方嘛讲，希望大树爷会当赶鬼以外，嘛会当来修复疫情瘟神。